繼續回歸回望系列報導，10年嚟香港同內地嘅融合唔單止體現喺經濟上面，越嚟越多香港人同內地人結婚，咁其中香港女士嫁俾內地人急增8倍，由方東升講下。由相識相知到相愛相許，呢段情緣突破地域文化嘅阻隔。香港人 Irene 喺深圳開電子廠，識咗嚟自浙江嘅行家陳生。內地男士都有事業心，但係佢哋唔同嘅地方就係內地男士呢，佢會係付諸行動，好腳踏實地。我覺得好多香港男士，就算佢到30幾歲，都係好似吊兒郎當，有少少錢嘅更加就不可一世。跟住呢，冇錢嘅呢，就要扮有錢，都可能有啲好嘅男士，佢根本就唔敢埋我哋身。咁佢哋會驚佢哋會自卑咯，自卑跟住呢。咁我哋點算呢？我哋唔使嫁啦。10年嚟，越嚟越多跨境情緣開花結果。喺香港註冊結婚，新郎或者新娘其中一方係內地人，由97年2000幾增加到06年2萬幾，即係每10對喺香港註冊就有4對呢類個案。10年間，男士娶內地人升7倍，女士嫁內地人多8倍。有分析話，香港女士日後想喺本地揾對象，挑戰大咗。國內女仔咧有4大王牌話，第一咧就後生啲，20出頭就嫁人啦，25歲已經係遲婚啦。咁啊，第二個咧就係快啲，咁啊冇話愛情長跑噶啦，一拍即合咧，短則幾個月，長則2年嘅啫。第三咧就係成功率高啲，第四咧就係肯生兒育女多啲。婚姻顧問話，香港女士本身仍然有唔少優勢。譬如好似文化背景比較相近，容易啲溝通，默契亦都好啲。咁所以香港女士仍然係唔少香港男士嘅選擇。無線電視記者方東升。